拢知影台湾人上爱做啥物代志？什么？上爱排队啊啊，对迄嘛爱排，啉的嘛爱排，食的嘛爱排，买的嘛爱排。前几冬哦，阮 COVID-19 咪足流行的嘛。每一工起床都紧紧讲无喙香要安怎袂当出门，快筛剂佫无袂当工课啊。有一摆啊，我就因无代志，就去西药房讲无去排队排一个好啊，我就开始排。排点偌子，想讲无啊，那爱袂排着我啊。头一看，头家讲，家摆要找爱险无？唔是呢，我唔是咧西药房，我咪是要买喙香甲快筛剂。好啦，一个卖险，就是安尼，唔知家己咧排啥。有一摆我要去迄厝边啊遐，甲伊借一电话，我想讲无就慢走去好啊。走到一半，我朋友讲，伊用你咧创啥？我想讲，我要去行迄只碗啊，我这歹要创啥？伊就讲，抓紧弄破我。慢走的英文甲抓紧啦，抓紧弄破我啦。多谢大家，我叫怡空。